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俗语是唔惊人唔请，只惊艺不精。意思是只要你有专长有功夫，免惊无头路。上惊是过来这边大做，无想要上班，伫厝内甲四大人伸长手。像边咧有一个细数查甫人，已经35岁啊，无头路，我靠退休的老爸驶计程车得甲饲，甲老爸一个土无钱交地啊。最高多啊二日连续的德南抢劫2间的柑仔店，头一间敢若一个老大人的顾店，顺利抢到1000块。第二间的时呢，和这个头家囝反抗，结果和赶到现场的警察抓等警察局。讲实在，成年人实在不应该造成老爸老母的负担。俗语讲，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通拖。即马社会失业率依然真悬，你若讲要未找到理想头路的人，就好好培养专长有功夫。今日讲俗语是唔惊人唔请，只惊艺不精。